好，大家好，各位晚安。也终于等待了1个礼拜，是一首轻快的歌曲在龙兄虎弟跟大家见面。好听，杨凡。哎，这首歌奇怪，唱起来怎么跟平常不太一样？每次要拉长音的时候，就发现你怎么与我就停了啊？走儿拜拜。我是唱杨凡的，有这个现象吗？有啊，应该是让，你是让大海分享这份爱。啊？怎么会这样？不是我在讲，这飞哥你还真聪明。你这样子唱啊，对这个原唱者可以说是一种不太尊敬。你这个耳朵真利啊！真的吗？真是给你一下就揪出来了。哦，这2天声音不太好，哎，所以才特别挑杨凡的歌，比较技巧，这是用什么话？得太高。哎呀，你的意思是声音不好，所以特别挑杨凡的歌曲，这不是更对不起杨凡了吗？少干的好，比他少，你也少。你要串青赛个骂，跟这个跟串青赛什么关系？镜头都出来了，那个囡仔没关系了。你好，所以才挑个杨凡轻松这个歌曲。你的意思，杨凡的歌曲不用什么功力就可以唱了？这怎么可以这样讲呢？这得罪人？当然得罪他们啊！真的是，昨天我还跟他在一起了啊！哎呦，你们还有联络啊？当然有联络啊！昨天杨凡才输我一裤裆子啊！嗨，不是我在讲飞哥，你不是常常标榜演艺人员，绝对不能乱赌，生活要这个正常嘛。哦，你是讲打麻将啊？开玩笑的，幸亏你还记得以前我跟你讲，这是大家都记得。艺人赚钱是多么的不容易啊！是，大家放假的时候就是我们辛苦的时候。对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我们这个平常投入多辛苦，能够攒到一点钱，存一个事业也是不容易。怎么可以把大好的青春跟光阴就这样浪费在麻将桌上呢？可是您刚才明明就说了输了一裤裆的。不行，色是刮骨钢刀酒是穿肠毒药。说得好，赌乃万恶之首啊！好啊，哎，非常感谢各位跟我一起有一个认同感。可是大家还记得，刚才你还讲昨儿个还输了一裤裆的，接不起来啊！我不是跟他打麻将啊，您是赌具换了一下哦。哇，细点洗巴啦，什么细点洗巴拉刀啊？洗巴刀嘛是倾家荡产哦，按不把洗不所以说的好，玩物丧志啊。哦，那我们玩一个豆子就好啊。几条那不是洗巴刀，几条球哦，高尔夫球嘛。高尔夫球，怕球够他都拔去。你是讲我娘，你要知道中国人。要是拿掉了赌啊，可能会缺少很多文化的色彩。哦，下面闽江拢会在播啊，全台湾打球人口200-300万，有1半人以上，要给自己压力跟鼓励。哦，好，看一东西瓦追，还是一杆被瓦追，意思都是卖拔球多，挑战性的。对。哦，是这种艺术啊，这是说的是飞哥啊，有很多这个健康生活的理念。电视机头前是看不掉，大家面对面的发现，你真是晒得有点像那个柯受良小黑啊，也是跟一边了。柯导演啊，小黑对吧？是，伊嘛是咱输啊几裤裆子哈，但是有真多人，不是我伫遮讲，会刷球是什么意思？打球一球开出去，开到树后面去了。对，怎么？第2球没办法打了，就拿一根杆子去找球。奇怪，戳。哎呦，逃刷球啊！有的想，这个，哎呦，差价多，差多啊！那有俩都差偌多哦。一杆如果500块钱，本来也才赢500，一刷一个球刷变伊赢去。哎呦，迄个无要紧，够白的，吹无球啊！迄球扣到石头出去，无去啊，够会生卵哦！操！加炸几条球，奇怪，先蛋的头壳，我跟你讲，给他吹起，一直找，哎呦，然后最后面一个 caddy 就是背球的人，你家了，要算变能量，有的时候跟 caddy 还可以串通好。哎呦，这种人大概多不多呢？这种人大概还好啦，就是在我们打球的人口里面占2/3。是恭喜了，每个人都希望追求成绩嘛。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荣誉感呐。那是飞哥，那是一个好现象，但是他忘掉了。隔墙有耳，树上有眼呐。我们打球，树上有很多鸟在飞来飞去，鸟在讲话，你没听懂？那个人他刷球。哎呦，这个代志。慢慢做出去了。
出身来的？哦，那班主任要考你一段演技喽。好，我没有准备演戏。哪还有准备呢？还算什么班主任呢？哎呀，怎么办？现在我要带你出去，市长请我们吃饭。结果呢，你叫我快点准备要去市长请吃饭。那我说我不去，那你问我为什么？我说因为我要跟你离婚。你就吓了一跳，故事就开始了。好来。我们去吃饭了，快点去了。我今天心情不好，不想去。心情不好。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什么话？我还没有说，你怎么那么紧张？我要跟你离婚。中毒了，口水流得满地都是。你这个表情不对嘛？班主任演一遍给你看。市长要请吃饭，你还在这慢吞吞的。老公，快点！不想去了。你今天是怎么搞的？啊，你这市长请你吃饭，你不去啊？啊，快点！我有这句话想跟你讲。哎，有什么话快点说嘛！我要跟你离婚。决定小弟的款咯，来，就小的嘛，咱莫插别人看电影，小蛋慢车，这你也唔捌你？我捌伊啦。什么？你捌你啦？你要搞清楚，我跟他是什么关系？是什么关系？你等一下啦，唔係你就頂個月去。這人是倒位生出來？你就頂個月去出差無？哎，就拄搬來咱隔壁，啊，唔知啦，一直在對我啦，係啦。哇！係啊。你甲我生這條感情出來？無，啊袂死啦，唔是我咧咧解說啦，我拄仔咧已經唱互伊聽，無聽到。恁小弟較會插你的代志，插遐濟創啥？歹勢先生啊，我唔是小弟，我伊正港男朋友。啊？但是不要緊，你都甲我承認啦。拄則有聽到小姐咧講，你是兩個人要揀，無愛你呀，無愛你呀，無愛你這個歹東西。你講個名啊！你都少年的，少年的，你可能唔知影。啊？恁爸上討厭別人用手吐恁爸頭啊！無就是安啦啊！我就是就問咱佚佗到位，你完全無照劇本來。你甲你錄影真艱苦，你知影？錄10遍，迄事攏無共款是啊！你這款人，你看都甲伊鬥陣啊！你是要叫我甲伊拼命啊？時候呢，攏凊彩人啊！我你今日來講一個，做一個選擇。哎呦，小姐，我練過劈腿哦！我都安尼數一下咧。你是咧創啥啦？劇本都無記得。今日你一定要選擇一個爾，唔會當講揀兩個啦。江小姐，我想。哦，你漢一個老師就知影你要唱啊！唉，莫那麼吵。老歲。心內的事無人通知影，對阮求愛當是兩個兄。這邊跳啦。一個對着事業真打拼，一個英俊有情人。哦，都愛跳恰恰，你才笑看那個。阿輝啊，安尼唱一個，我才想着，足久我去跳舞跳舞。我甲你講，真好。安尼啊，安尼你嘛袂使講一個英俊有名聲，一個是有事業，你嘛愛揀一個啊，對吧？啊，就是嘛是咧考慮咩？你當然是我正牌男朋友啦，但是啊，人伊就吼，啊，我即馬就是心肝啦，你也知影，我是一個有為的青年，後擺一定會互你過着幸福的日子。我知影。我會好好拍拼。就問你倒位有為？有為，就是講我有一個這個創業的這個決心啊，少年的。拄則恁兩個人所唱的歌，輸無的人
南都亚克。对，好啊，尴尬，你们两个人的确是非常恰当的一对情侣。你自己买了这个认为。但是这位先生很抱歉，像她这样一位女人，外号吃饺子老虎。你就是讲一挂银角啊，倒发倒回食饱啊！你真是问呀！你看没？我不管是出来，身躯钱拢炸便便。哦，嘛是最闲的哈，到今嘛哈。哎呦，叫你惊到，我都笑不出来。先生哦，他每次最后那一句最具特色，耶！我都唱了一半，怎么你怎么跑出来了？哎，开玩笑，谢大哥谢雷先生啊，不得了了，家喻户晓，家喻户晓。从光复到现在，人出其右啊！你说的什么？但伊咧唱，我唔知你在用我在帮抓流的时间，谢大哥小弟要是对你有什么冒犯、造次的地方，你尽量跟他讲。本来是模仿啊，大家知道了，说哎，很多人都会忌讳。我是仔细的看你的这个节目，我刚才讲过了，哎呦，对我帮助很大。真的这样？听说工地秀，人们立出了庙会啊！哎呀，你真正是不简单。其实讲难听是费玉清靠你吃饭。对啊，就是因为你们有这个大人有大量。哎呦，这是搞西吉那来模仿我，我听他们哎，各位我喜欢。哎，你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怎么样？哎，对人生好像了无生趣啊！什么嘛？这费玉清你跟无结婚就你为日本时代拍个金嘛，不是？你拍个金嘛？奇怪的，那都抱独生主义啊！所以我看到你们，虽然你年纪比我是个稍微多几岁，我感觉看到你还是看到我弟弟这种感觉，因为我的人生经验比你丰富啊。会吗？对啊，我嘛某一方面我相信。对，我就是讲这，我想就我嘛有八甲一个查某安相处一段时间，结婚呢。哦，对不对哈？后来，好，后来我是跟你同款。就是最上重要就是后边对吧？结局嘛是同款，你讲个谁个？恁弟弟伫家里默默做这款代志，伊都你惊，你给我惊个点。对，这样。他不结婚，其实被我影响也很多。哎呦，看到伊我都那你不结婚妙。你不结婚是受到什么人的影响？没有，这一定是有一个对不对？什么人？可能是较早叫张琪去惊到一块。卖欧北讲是张明利。张明利有什么关系？以前的时候，谢雷先生，伊在舞台顶、电视顶头，你要知呀，谁不是认识他？是歌唱情侣，跟他曾经有过这种隐昧起这种形象的，还不少位呢。对了，多多少少有影响了，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歌坛情侣，人家以为我一定该有安暖。对，其实嘛是有安暖的。没有，这个是工作上嘛，哎，所以人家都不敢追啊，不，对，可能应用掉。今天看到没？谢雷先生到这节目里面来，闽南语歌谣就当场就不能成立。是，因为他的歌曲唱3天3夜也唱不完。没有，本身呢就是在岁月中的一首歌谣。哎呀，真是让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。哎呀，我随便讲几个啊，刚刚唱过的有很多，这个刚刚唱过我们就不再提了。像什么这个。骊山痴情花，费玉清会唱。我说朱小弟啊，上礼拜跟你研究舞蹈，那不得了啊，信件如雪片般的飞来，观众是吓一跳，还封我为武圣呢。鸡舞马舞的，许不上的谁，不得了，回响有多大？你看，有可能吗？啊，你是说这什么话哈？那你们这对我要客气一点了。你们董老师最近要聘请我当他的助教，哎。啊！你们笑什么？啊，还是不可能的。我以前在义工大队，那不是盖的，我还是台柱呢。当兵的时候啊，哎，这什么笑声？好像我吹牛。不是真的啊！哎呀，我演仙童啊，演什么独唱，什么都来的。仙童，哎。像是跟你们聊聊，我也回想起来，当年义工队的时候，那个表演就跟现代社会的表演不一样，还要带一点意识形态的表演。啊，都是一些个在军中节目，大家知道不能够靡靡之音啊，像美丽的台湾，大大的国土，将总统领导下，万丈光芒。这样，哎呦，失败，哎呦。哎呀，是你是女青年工作大队刚退下来，是，从他的腿看得出来，刚刚退伍。我刚才那个舞蹈，美丽的台湾，现在不一样了。现在不一样啊。我唱一段给你们听哈。
现在跳法不一样啊。对，现在都是我们爱过期，像明星最经历。啊，我们的台湾，不不是啊，这哪说得过去了，对不对？来，虽然我这个人啊，这个回忆还在停留在当兵阶段，但是我还是跟着时代流行走，对不对？不然怎么能说服你们这个董老师呢？聘请我当助教，像水舞，各位听过没有？这不晓得吧？水舞啊，哎呦，你看你们的眼神多彷徨，水舞都没听过，还负责舞蹈。水舞就是一种像泥鳅一样，身体的肢体也柔软。哎呦，你可知道我爱你像你年远情长。哦，哎，这个就是水舞，对吧？会不会啊？刚刚看我这样会不会？我试看看好不好？哎，水舞。哎呦。哎，这是猪舞啊！是什么？水舞跟猪舞要分。这脖子多硬啊，脑袋好像插了个贡丸一样，是吧？这头要软。你可知道我爱你像？哎呀，哎呀，万丈光芒下。其实说来说去，笑脸的一起冲上，哎，广告快要进来了。金杰特别在前戏唱这首歌送给费玉清。哎呦，啊！我是代替妈妈跟你讲一句话，但是你要知道，父母亲一定是指望自己的儿子，一直到成家立业，有了后代以后，他的责任才结束啊。妈妈一定是安尼给你合作关心，一直有这么个希望。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是不是？说到结婚，我这样还未婚，不是一个人也是挺痛快。怎么会痛快呢？啊？对不对？这个结婚啊，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吵吵闹闹，床头吵，床尾和，哎呀，这是人生百态，人嘛就要过得像人生嘛。啊，这个人怎么可以就是残缺呢？变成一半，你这个活在世界上还有什么意思呢？我是觉得，我也不是说完全这个否决掉婚姻啊，我这个人希望在心甘情愿的状况下来结婚，那比较好。哪一个人不是心甘情愿？那也不一定。我现在就很想不心甘情愿，就没有人跟我不心甘情愿。这个举个例子吧，像我有一个好朋友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想当年不晓得是为什么结婚，不知道是不是奉儿女之命，就是。对，很多人是这样，这个人孩子生出来，上礼堂上到一半的时候，还就哎呦没晒哦，哎，我的姐人比较先停止，我容易生姐。哎呦，时代不讲了。假戏我呢，满月跟这个结婚一起处理。你假戏有几个朋友？哎，我一个朋友不晓得把你吓到了，把我吓到了。你讲话嘛是什么情形？结婚以后呢，对不对？我咋归你也洗干。哎呦，这两个人还是分手了。哎呦，剩下这个男的，现在接上传了一个，到了母姐会的时候，还有一个爸爸来出面，这个多辛苦啊！想想。笑人呢。你讲的这个朋友，跟他我嘛是晒款的啊？哎，你的敏感度还蛮够的。啊，你哪有你是搞我闹鬼嘛？所以说啊，婚前的准备啊，这个要是真的要心甘情愿。不行啊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两个人比较好。哎，那我倒不认为啊。不要说了，那同事里面很多都还没结婚呢。啊，江蕙了、林慧萍了、文章了啊，紧追也没错。文章了，哎呦，那你讲开谢雷嘛，也没错。要不呢，加追了。是不是身体上有什么障碍？我有一个朋友。你有一个，哎呀，交情还不错。小时候啊，爱捡爱剩，叫牛车搞掉。啊，为这边搞起来。哎呦，不怕坏呀！牛车那个轮胎这大半你看。好。搞一个娘娘，哎呦，啊未过年就人放炮啊，砰一个。结果的怕耽误女性的一生，所以就这样一直都没有结婚。哎呀，结果的身轻如燕。我来看，我擦他挡了，那擦他嘴。这个朋友你也认识是吧？哎，好像也认识。当兵的时候也是，就怕晕船。哎，不知道是哪一个南沙群岛，一去这个船程要6天，到第3天我才不吐，可以坐到甲板上来，一直坐到日落西山才下去。吃饭了我就端了上来。你这个动作让我想起一个笑话来。你先等他讲完。到了晚上。我就拿了，哎呦，怎么白天也是很惊讶，看到很多这个海豚过去啊，对，有看过。哎呦，快点看海豚，什么鱼都有。晚上有些海面上的小飞鱼嘛，哎呦，飞鱼，咻，我就拿手电筒一开，在哪里一照，哎呦，
那鱼通往光柱上面撞。对，他觉得有亮灯嘛，快，咻咻咻！鱼还叫快。我一转左边右边，他都跟着左边右边。我就一直把它引，一大群哦，咻往光柱上面撞。我就对着这个船的甲板来，咻咚咚一个脑震，哎呦，真是这样的，一大群啊，这个脑震荡掉到水里。对，脑震荡，想想蛮残忍的。对，它这个鱼它有趋光性啊，对，追的光。到了晚上，你如果亮，它喜欢追求光明。可是鱼有这种表情哦，而且鱼还说：“哎，快，声量很高。”想想鱼都有这种趋光性，它会走这个奔向光明。对，哪怕是甲板，它都会咚咚咚，就在往上撞。可见我们人是不是应该要远离黑暗，对不对？要迎向光明。每一个人都要咚咚咚，对不对？掌声鼓励，对吧？好。婚上喜宴，费玉清这个经验最多了。哦，对，人咧结婚伊也去啊，人都有出代志啊，伊嘛去探反正一老探姐说在一楼去。这是大家都说我什么死要钱呢？你本来就是，加刚谈的呢。其实不是，我这个一个礼拜录影，花个1-2天的时间，那剩下的还有个5-6天呢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婚上喜庆都见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高潮。我每个礼拜都在期待的。加刚谈，跑到别的城市去，跟那些业者们，你好，聊聊天，跟观众近距离这个接触，多有意思啊！有一次还没等上台，就靠在那边坐着，一回头是棺材。哎呦，那个在棺材边啊！你真敢谈啊你！人家根本不一样的，不是那个墓园好像已经是这个被征收了，老百姓都点头准备迁移了。所以我感觉那庆个蒙阿波丢，我心里想这个工地可能只有我一个人接的，伤脑筋。这一上去看，哎呦，还有一个拖移方在那边。天上白云开，你来。哎呀，这一场就不寂寞了。嘿啦，我这坐咧。你赶快，但是你爱后，你爱像顶家呢，主动入来安就对。安尼啊，好，来，一个来在人边那就对。对。在人边的啊，对啊，我先坐咧啊。叮咚。啥啊？妈妈，我下班了啦。请你转来哈，我跟你来啦。我这边是啥？妈妈，你坐里只。来，坐这里。哎呀，我下班了呢。你不都腰诶？巴肚要小等当然，我上爱食妈妈你食煮的物件啦，所以安怎我拢先走转来。安尼啊，我上烦恼就你知无？哎呦，我都上惊哥哥咧外口乱。你哥就不要紧啦，迄不要紧啦。我拢紧转来。迄个不要紧，较暗淡嘛不要紧。叮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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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。玲珑叫最快。你来啦，来。哥哥，下班啦。小弟，你比我较大声转来。是。坐咧来。妈。我转来。转来都。阿青啊，你画我看嘛者？对，你讲了这。画集，来，妈妈看。这是我这个月赚的钱，我想讲，妈妈你较早甲咱饲甲遮辛苦，这薪水袋拢爱先交互妈妈你来处理。实在，阮阿青有够乖，真正讲实在。这摆袂歹呢吼，2万块呢。万六吼。那我有这个全勤奖。弟弟，你个抵全勤奖。我拢逐工拢去上班，风吹日晒，我拢是种较准时到。你一个月毋知摕我？好。弟弟，你的钱那一边是白色的呢？这就是你妈妈袂晓演戏啦，把白色的迄边煞变出来。你演戏就不要紧，你也奇怪。这定来无妈妈？不要紧。2万块呢，还有奖金呢。你咧哈？妈妈，我嘛是，我你知影，我比弟弟较早出社会，我一个月4万。出社会啊！我出社会。妈妈，哎呦，我要先找看那白色的，唔通走出来。哥哥，你今日领钱啊？哎呦，好年当。回来啦，4万外块。好，来摕来。弄来。小点者。哇，就赞的呢！哇，妈妈，我想讲哦，这个月袂记我歹开嘴呢，我真正趁了无够，我一直想讲哦，甲同事讲买一台正歹的这个奥拓摆来驶。妈，迄奥拓摆是台正贵。点啦。我都买差不多，调税讲2万桶出去安尼，我这一个月起码才赚2万块呢。嘿啊，是讲你一个月，你点，我怎么你甲伊讲话？拿7万块呢。好，点啦，无你的代志。妈妈，你的表情敢若，唔是，不要紧，后个月我别，无影啦，恁哥哥一倒落去嘛。安尼啊，哇，
啊，讲好讲好。你买一台，我跟你讲哦，你买奥多麦来讲，你豆豆徛呢，唔好像安尼转来转去，你唔好危险，你知无？我会注意，我会注意。妈妈烦恼你尔呢哈，知无？安尼知无？妈妈，我嘛有一个要求。你什么要求？我就知影，我甲弟弟无共款，伊是因为少年唔知影，咁趁2万块要买6、7万块的物件，我想报鞋啊，我穿真久啊，迄下底讲要拢破去安尼。免啦，过年的时阵妈才买一双互你，这穿个破哪有啥？一空啊，哪有紧呢？对吧哈？哦，那差遐济安尼，妈，我两个都拢是你的后生，伊买奥多麦的，我是想买双报。啊，你较大汉，你不要听迄，爱着较细汉，你大汉爱娘细汉，知无？指甲扣起来，快多点。我扣啊，哥哥扣啊。我扣。啊，我想你巴肚枵来。下班了我摕便当来。我便当哦。枵啊吼。有。你看嘛，妈妈特别爱你，哇！我上爱坐这边好好食。哦，这摆妈妈我哋去菜市买偌济好食，鸡腿啊，哦哇好，你敢知？够麻咧。够麻，你看嘛。赞吼。这麻个干的呢，你看。哎呦，妈妈你太好。弟弟，你个看出来是干的。哇！阿秋爱食干的啦，哈。哇！阿秋。来。你讲啥？刷去。刷。你哪是安尼？你也知影，我爱你，你知影？小等咧，足足，什么？都叫你唱一条必顺的空嘴，啊，唔得，伊讲的拢真实。你是什么？我是伊的先生啊！我两个打结婚呢。歹势，我是他的前夫。啊！你少年啊！你无探听清楚，你就讲凊彩把这小姐带转去厝的啊！你较早捌结过婚啊？无唔对，你有个是第二春啊？你即摆是？伊不但是第二春，而且伊是二春啊！我爱你，不是这样，阿杰，我爱你，这条代志甲解释清楚。啊，你要相信伊哦。爱你是真的，你就无你计较啊。啊，但你袂使听人别人的话，你哪会讲啊？唔知影讲你较早叫我嘛是爱甲安尼对吧？对，我这位先生，你讲的我无啥会相信。啊，你水果上来，你会使走，你会使走。我拜托。我互我嘛插一卡伫遮咧演。你插在创啥？我坐伫边啊，我坐。我边坐啦，现在坐。还是我袂教你。来，哎呦，我一个来，想来想去，我是感觉，安尼较疼甘味甜。你看，少年，你也知影，我今仔日一定爱互伊感觉演了真爽才会上。安尼好，你这样。你就做死人。哎呦，天啊！你是刚刚咱去这个巴黎安怎？叫我够浪漫。哦，巴黎袂歹，哦，风景够水，巴黎就好。巴黎，你还记得袂？啊，较早咱两个人当结婚的时阵，就是去到巴黎香榭大道，迄边的铁塔都留下了我们合照的这个身影。哦，对。真正有迄段时间有够水啊！巴黎的红磨坊。我们一起看他们的表演，让我们陶醉在那迷人的一个巴黎香榭大饭店。你还记得那个名称哇好漂亮噻！什么？巴黎讲好，少年的，免惊啊！虽然我是伊的情啊，但是我跟你讲，伊若去到巴黎啊，你一定会感觉真幸福。你免出嘴，我想他介绍巴黎，我飞机都飞足久了。对，那换美国，美国坐飞轮机来到 LA 就是洛杉矶。迄边个赛车去到去了合作拉斯维加斯。你哪知影？哎呦，我甲伊两个人伫遐喇叭，我钓迄个吼，不得了，累积奖金哦！那边我们两个人留下了无限的回忆。你还记得没？在那个荒漠的沙漠当中，当我们第一次看到那迷人的灯光的时候，我们两个都情不自禁的陶醉。哦，你那哈济。当天晚上，你一个人都啉2罐 XO。我想讲美国讲，卖美国，咱个改一遍，我是感觉咱近一点好了。好。日本你感觉安怎？Tokyo，哎呀，Tokyo，那边太水了，落雪时阵。拄啊好，在落雪的时阵。咱两个坐伫一间旅馆呢，看到迄个富士山顶上的白雪皑皑，真正是有够水。咱两个人伫遐咧洗温泉，我替你咧撸卡正平。你也是安尼？少年，真正有影，那甲伊结婚伫遐会真幸福。莫讲啊！
无影，你会听你讲的，无拢无我跟你讲，影啊。吼，听你个讲都无法度讲啊！恁全世界拢惊他头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是要安怎结婚的？我看安尼啦，还是你们两个比较较速配啊。你是不爱娶我呀？我来看啊，你要甲我放下来呀？是，你两个这个感情安尼纠缠不清，对不？啊，你提你出去啦，吵死啊！这个可以听。下面笑脸，你哪是他妈度量都没有呢？对不对？我虽然我是他的前夫，当然我们有很多回忆嘛。你个边个伫附近咧卖无过对吧？那行来嘛，行来。你讲的啦。对，是讲爱讲是怎样？虽然有前夫，但是可以不要碰面嘛。啊，你生把我嫁出来一个人对。啊，你到底拍什么去倒去佗啦？你讲，你别安尼，你走，我就家己参详。你走你吵，哎，就作死人。我照恁的旧情，我都。哎呐，我就家己参详，对吧？是。是不是？耍了我都一家之主。我想要带你去一个完全没有你以前回忆的一片净土上面。哦，哪里？西方极乐世界，是极乐世界。这是这样，阿弥陀佛。哎呀，你是决定要来去这个加拿大。加拿大。坦白讲，少年的，你这所在就见到真好。啊，我两个拢唔捌去过加拿大，唔捌去。但是无，你唔通袂记去加拿大。咱两个较早生迄两个囝，我即摆拢嫁伫遐咧。你啊点去？你这是演啥？我拢还未结婚哦。一个已经国中，一个细汉了。为着囡仔的教育，我已经送你啦。啊，你顺便你看觅是你的亲骨肉。你莫你两兄弟做厝拢破坏我行情呢。我你个阿爸我来啊，吵死啊！你那边安尼什么啊？我甲你讲，我保证，加就咱的节目加就去吧，你今晚也嫁袂出去。咱人啊，活伫这个世间啊，都是爱四过来行行咧。看是要上酒家，还是舞厅？人活伫活点啊，这个年岁时阵呢，就是送到做谁卖话去。这间舞厅我定下来。咱去请坐。这舞厅内底这条啊，上少有4支是用我这边的。你说啥？你好，我是经理兼妈妈桑。哦，哎，请坐。你是新来的款哦。是。你都要尊重人家的这个屁股财产权。那后背都安尼卡身翘就要趁钱啊！请坐。先生，先生别叫一个小姐安尼开讲一下。咱唔叫小姐无需要来遮叫炒饭的哦。小姐，而且唔是讲水尔，我惊，那这个做妈妈上唔是咧做假呢。哦，我惊到人客一定会下水，会介意啊。你这个年纪来讲，今嘛有一个小魂小姐。哎呦，这个名听起来就刚刚你真正。小魂啊！哎呦，我请你过来坐。来，请过来。谢，这端伫遮啦哈。好，小姐。有人客遐。有人客，请坐。啊，实是无啥爱谈，我懂。为了生活，我这哪老啊？小姐，唔通出嘴就伤人。阮来这边是咧开钱，从来都唔敢有小姐讲提起阮年岁。少年。谢。真正呀，那会使安尼触人客人的眉头呢，对不对？什么这老，难道不知道上下都袂了？40岁搁亲一个外年了。好啦，人客啊，我是讲哦，你若要来吼，这街头嘛小换一个，定7点。有法度换一个较油的好。你即马讲这什么意思你啊？你讲无探听？无啦。啊，若我嫌我老我寡，是讲你都无了解。我伫阮兜有一个小名，你敢知？我伫阮兜，阮的妈妈啦，阮爸爸、阮哥哥因吼，我身躯边的朋友无人叫我小魂啊。小魂是我的艺名，我的花名，我真正的小名，你若听到你莫惊死。讲几句话你乒乓。是。小甜甜。小甜甜，小甜甜12岁呢。你若要安尼拼，我嘛会使讲啊。阮村长，阮隔壁的人看到我，拢叫我小飞侠。厉害！我上介意这款笑声。你感觉我这个人客安怎？是袂歹啦。你是咧创啥？是，饮料。你哪会使家己头家伫后壁咧啉？我乱个。啥魂拢是？哎呦！这杯啦，这杯还你食啦。这位小姐讲，反正你比你个乌青菜啊，啉咖啡较下啦。我会使遮紧甲你讲话嘛？歹势人客，我是卖面无卖身的，请你尊重你家己。
我就是欣赏你的个性。今晚有赛车无？有车通好赛无啊？无啊，那我比如你嘛桥倒摆来，哇，上班你嘛桥倒摆，桥倒摆。倒路吼，就去压后山哩。放手哩安尼可能我顶届伫塔城街拄着，可能是你哦。我突然看一个查某囡仔头毛吹到遮蓬，搁落雨天，啊，对对，迄目睭迄乌的迄面，拢拖到遮来，风咧吹啊，啊彩色迄面，哎呀，可能是你哦。不是我。袂使互你羞愧咧，我甲你讲，教我好，教我斗阵落去，你才试看卖。煮饭洗衫我当然拢会晓。迄你袂使互你去做，我的某哪会使做这款物件？你就是甲我赛车出去佚佗，选就甲挂落去拍麻将，5万底，啊，我会使对菜啊。小红，你感觉安怎？出头天就要搞。丢当太有眼光啊！袂歹啦。啊？你，我应该一般你出来创啥？太有眼光了，阮店的这小姐，伊上了解人客生理，有够成熟嘛。好，安尼无你。你好，拍手。小夸讲这些。哦，足热，小等咧，即个我真正看咧。啊？安那要啊？哎呦，过日子搞啥无起来了？你是创在台班啦？你是创啥货？别忘记了，你都要较带点。这小只水嘛是爱放尿啊，大概即嘛，那也袂转来。大概咧就一个变数哦，今日跟他巴肚无啥好。这个最近不能提梦啊！报章杂志登成这样子，这个梦太敏感了。那倒也不会，这个要看解梦的人怎么样的解法了。那解梦，我最近看到一个梦。梦只有自己梦，还有看到的梦，这是从这个小说上看到的哦。哎，一个笑话里面看到的。哎，看您这种反应，费玉清啊，3个拉挑哎，脑筋9弯18拐，要不然怎么能模反呢？意思是叫我来，帮我解一下这个梦，好吧？什么笑？我会模仿，你知道，模反就能解梦。那你可以。不过您这个梦的话，叫我解，我看东野武群笑那么大声干什么？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安恩不分的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子，这个梦是不是有一个这个真正的标准答案？是吧？有答案。好，那您先不要说。哎，我这个人解梦也不是盖的，也是一流的。哎呦，太多人的演艺圈同事都来找我来解，真的这样子？哎，您就这个就厉害了。您说说看。对，我想请教一下。这个是它是有根据的，有根据。答案我先放坑里外办。好，我来看概况嘛。有一个人要去进京赶考，考中了没有？还没考就开始每天晚上睡觉都睡不好。哎呦，连续做了几个梦，苦读诗。第一个梦，一颗白菜长在墙壁上。哎呦，这是第一个梦。哎，种在墙壁上，这奇怪了。后来他就想奇怪，这为什么会这个梦呢？睡又睡。第二天又做一个梦，一个农夫穿着蓑衣，还打着一把雨伞。哎，这是奇怪了。奇怪了。哎，那想一想，过2天又做了一个梦。哎，这第三个梦，他自己呢跟他的小姨子。小姨子是什么？就是他太太的妹妹。太太妹妹一样。没有穿衣服。背对背睡在床上。来，笑脸呢？盖起。第三个梦比较有意思。这不是这样讲。这样子啊，这3个梦啊是这样子。我来解的话是这样。第一个梦要考试，我看这人袂对啊啦，绝对中不了。这3个梦猜头都无好。假是的。第一个梦，白菜种在墙壁上。这应该解作白种。哎呦，白种的哦。第二个梦，你刚才说什么？穿着蓑衣又打了一把雨伞。这根本就是啊，穿着蓑衣还要雨伞干嘛？这多此一举嘛。哎呀，多此一举，这嘛不靠北丢嘛。哎呦，糟糕了。那这第3个呢？第3个啊，跟小姨子上，脱光了，睡背对，但是背对背睡在一起啊。那是不得其。完了嘛，对吧？那照你这样讲，这个举人，这个学生应该是。我发现没啥希望对。跟答案刚好相反。那有标准答案，所以你这个怎么能来解梦？你们害死人呐！解的都跟这个真正的标准完全不一样。白菜就是种在草原里面的，居然会种在墙壁上，这叫高种嘛？高种，这是一种解释。对。那蓑衣又打了雨伞了，更上一层楼，叫锦上添花嘛。哎呀，也说得通啊。那这个跟小姨子脱光了背对着背睡觉，这是表示这个人要翻身了。
对不对？这保证他要翻身嘛的。我的靠！这个是讲梦，这个是从一个笑话里面听的，有意思啊。这是听来的是吧？哎，看来的是吧？就靠此一翻呢。哎，对不对？这个很奇怪，翻过去就成功了。我刚才讲，你刚才说的是看来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我倒是有一些生活上啊，一些同事们的一些梦。哎呦，这同事大家都结冰良心，您都认得的同事。哦，哎，你看，当然前一阵子啊，这个社会上风行一些梦。梦里面都可以让我们想到一些号码。这个，哎呦，对了，将来我朋友被爱签嘛。啊，影剧圈嘛是给点大的那种瞎的切。你说说看，有什么人？哎，像有一次跟这个李登才啊，哎呦，李登才阿仔哦，阿仔，魔仔啊，跟他跑到台中去，也是一个庙宇。哎，这个人是孙悟空，哎，哦，就让他摸 K 嘎的时阵啊，非常标准一个年轻人啊，拎得了，一起驾的时候不一样了。讲话声音整个人都变了。哎呦，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声音讲话用倒吸气的。哎呦，我跟你讲的，我跟你讲，豆树红。你是什么啦？我是费玉清啊，谢谢。八天鬼，哎，我下面代志啊。不，你说费玉清，他是不是讲八天鬼？没听过啊。你头几拜来？你头几拜来？啊，是。有啥物代志？有啥物代志？不你没学看呢？你学当机人，唔知是什么人？上你几个物件呢？上你几个物件？送我一个柳丁。柳丁，大家球拍等人跪得满地都是。哎呦，上我姐了，来 take， 哎呦 take， 我说哎呦，柳丁这怎么解呢？后来旁边人都看得窃窃私语，就下来了。等他退价以后，哎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柳丁什么意思？你这个真简单，空白。你是查甫的嘛？查甫的是，你查甫就是白啊，这个柳丁圆算是零哦。就心里想，听完了一知半解，半信半疑的。今天我扣零啊，来这多谢您刚加过来的。第二天真开0。哎呦，哎，这个是绝了。紧价空白，这是号码，在梦中很奇怪。对。然后我接下来还有一次，芳，哎呦，有个是一样，哎呦，嘛是叫个冰冰球。那一次啊，于天也去了。哎呦，李亚平也去了，芳也去，李登才那鬼大店的，杨凡大家都跪在头看。这个大家看好，上面起价。嘿，以前把手是送上了，画个图嘛，无形的字，无形天书，无形的字。大家看好，那大家8就是这大家没看错吧？是8啊。对。第2个号码，哎呦。哎，3，哎呦，老弱妇孺都在签了，这3，第3个号码，阿兵哥炸几个签，哎，大家想，这7，可是这个人奇怪了，只有跟芳讲，附耳过来，芳，哎呦，是叫我是吧？但是那个签派去啊，哎呦，就跟他一个人讲，这个糟糕了，大家说啊，退价，啪，哎呦，就走掉了，退价，大家冲上去了，芳都在赶紧讲啥？他跟我说，那个签派去啊，所以我想啊，那个7啊，派去几早要提掉，应该是831。哦，这个李登才你也唔把你话醒的对吧？你也听无对吧？比如讲是本省人，你那个黑白讲好，真的，他跟我讲那个枪坏掉了，什么枪派去，你也听无台语的，你讲什么枪，差不了，大家签讲好势啊，837咋种好？签落去啊。第2天讲一个密密麻麻，哎呦，出来了831，哎呦，嘿，这个真绝了，假准，哎，这个后背假奇怪，哎呦，这是梦中呢，有一些启示哈。哎，我自己也有一次。楼上着火，我们家。哎呦，马戏乒乓啊！不是乒乓，真的了。真的。哎，结果第2天我就心里想，该不会那么巧吧？我也很少玩这个东西。出来了119。哎呦，恭喜！结果大中。无签。这台北市确实是甲真卡完全都无共款。哎，你看这人讲，这一看了真卡人。哎，这真高水个唱歌呢，大家都。我这人跟他讲乐观啊呢。哎，先生，哎，是。亮，哇，两个人啊，兴致还不错呢。是啦，不然礼拜4来跟朋友出来呢，安尼散步一下。哦，算讲坐伫公园的椅仔卡了对。你是不是台北市的人啊？不是，就车头伫倒呀。我等下会车头落来。
你要车头过。啊，你来鹅味都会行。哦，来鹅啊！那来鹅这我都无啥想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甲这先生讲者。哦，我就是要去找来鹅，找我一个细汉斗阵大汉的朋友。哎呀，你问伊问对人，伊拄好是来鹅人啦。啊，赶紧来讲者。素兰，素兰，这是你啊！啊，姑你妹你。一个素兰，哎呦。哎呦，这素兰你唔知先生我找伊偌久？我即摆唔是素兰，你也认得我？我即摆唔是叫做素兰啦，我阿牛啦。你唔听我讲，你家己一直讲。我即摆叫做手机啦。哎呦，你当时改名？你看。谁要改素兰？谁要用？素兰收怂啦。手机唔比个较怂。我会记得，对啊，你较早你讲你嘛叫素兰，这是较早东冲的呀。哎，对啦。素兰，来，哇，那才拄好伫遮拄着你。哎呦，妈妈讲叫我来台北，一定要找着你。讲即届一定要甲你带转去厝，叫最某才会使。素兰，你小听我讲，边仔有人啦。哦，哎，你好，哎，伊是什么？大少爷啦。哎，我是工厂的头家，大少爷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哎呦，阮素兰就定定写批转去迄阮庄仔来，拢讲伊找到一个足好的头家，迄头家对伊真好，啊，伊趁的钱寄转去厝拢是恁兜摕伊。对，哎呀，素兰，真感谢，不简单。素兰啊，嘛是足勤苦的一个女工，即马甲我心起来做秘书呢。哈，哎，那是讲女工哦，素兰，你免再艰苦，我甲你讲，即马咱厝里发财啊。哦，迄个都市计划拄啊好安尼。画一个钓着咱的这个田啊，讲恁是地主啊？是讲运气较无较头前迄个阿曲啊，因兜较好，因兜是拄啊好规片田，拄啊好拢变做都市计划。哎呦，即嘛是即建地啦，哎呀好呀，建地啦，啊，阮兜钓40坪，拄啊是搭甲遐，我像起厝嘛是嘛，即嘛一坪人出到18000，我无咧卖呢。40坪你甲算看卖偌济，我都毋捌算过遮济钱。你看，你这个人就是爱较热情的嘛。老朋友见面，那目头安尼摇头夹面，就是啥物代志？你啥烦恼啥？惊伊讲叫你介绍头路呀？没有关系。先生，你看你身材安尼体格佫真好。迄毋是臭蛋啊！真正敢若一杯蛙灵。是啦，来台北要找朋友要介绍一个头路啊，没有问题。小朋友，你有没有驾驶执照啊？开玩笑，我拢赛铁牛诶！安尼啊？我啦，我毋是要来介绍。会使来咱工厂来赛车，也是做司机啊，那嘛是会使，你免烦恼啦。是讲安尼嘛会使。下个月拿履历表来。反正你也伫伊遮咧食头路，我来恁兜来做司机，阮做我差不多几个月了后，咱就请我转去厝。你免烦恼，我来安排的。我跟你讲啦，我介绍讲一个。单独相处者，你去边啊无？哦，安尼啊，我踮遮安尼不太方便啊，有时讲隐私的话聊一聊啥。啊，老朋友见面这我就好参详啊。啊，我无甲恁交了，啊，我先等恁一下哈。啊，恁开讲者，恁开讲。哦，这真正有影看起来足心事。好，这个查甫袂歹啊。这大少爷有甲你欺负无？伊若有甲你欺负，你这你甲我讲，你即要讲啥？紧讲啊！赶紧甲我转去厝，结婚啊！那有可能啊！阮老爸甲恁爸泡茶的时阵，毋是讲好，我10几年来拍拼，拢是为着你呢。迄是囡仔时阵，是大人应该去讲的，无准算啦。啊，无要紧，我知影，即摆拢时行自由落来，对毋对？所以讲你莫看我呢，为着要来起来台北来找你，你看我头毛定甲安尼，安怎？会配合台北。你知影10几年变化足大呢？什么变化？思想啊，各方面无掂啊，拢无共款啊。你共款你会清茶，搁你这粒头。但你嘛是清茶家，对不对？我这是复古足流行的，你这太怂的啦！你紧转去装卡啦。我慢慢啊改，看我就改过来了啊。无可能的，而且拄迄大少爷你嘛有看啊。我已经答应伊的求婚啊啦。什么？你是讲变卦，是讲这个？你哪会使答应别人的婚事呢？咱细汉毋是拢讲好，你要嫁我啊？你安尼做敢对？我来找伊讲者。毋是啦，毋是伊的关系啦，是咱两个无适合的关系啦。咱两个无适合？是啊，你太天真了。啊，你是点啊？我想袂晓，
你哪会遐？我无醉，我无醉，无醉，这个歌伫咱庄仔卡嘛足死劲的。毋是咧甲你唱歌啦。啊？啊，什么要安怎？你转去啦。啊？唉，我想讲，即阵我是安尼真无简单，来甲台北。啊，找着你煞毋知讲代志讲发生有变甲遮大条件。啊，我甲迄少年家是倒位，安那比咱那个比啊？我今日讲出来伤着你的心，你搁一直我逼我当我什么伤讲。着我的心？当我迄个伫咱庄卡来讲，迄个少年家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迄哪有什么路用？像阮这个规体格敢若牛咧，对毋对啊？嫁牛要创啥？嫁牛你毋才会幸福，迄厝内的工课，拢我咧做。你是要安怎讲比啦？哎，是我人先厝的真好个呢，好个。人生做眉清目秀呢，你才爽着。哈？啊，伊敢有病感？啊？有无？这是一个情趣的问题。唉，照你安尼讲起来，我才发现着，我真正是足爽。讲安尼十几年的代志，突然间安尼撞出来，要共带倒转去厝，迄真正是笑的。你莫安尼讲啦。我祝你幸福，恭喜啦！上，哎呦，哥哥，阿青啊，是，你是走位遮来啊？哎呦，迄火车都无法度等人啊，你就知影？啊？你着要做兵啊，迄车就要开啊，你搁徛咧个创啥？已经别吹啊！你这什么表情？你这是什么表情？足奇怪啊！你是不是中华的男儿？中华儿女？是啊。这个人做兵是安怎呢？去干那这优秀的样子干什么啊？你也知影，在台湾每个男人到20岁就要当兵的哦，是不是啊？每个人要当兵，怎么这个表情怎么这样子，好像不愿意去啊？是的，我虽然讲油头甲面条，我嘛知影，不是为了这点啦。我嘛知影讲一个查甫人，对不？无受到这个军事的训练，怎么能像一个真正的男人呢？对啊。但是我今嘛烦恼都是不是这，我是想讲孙啊，我的女朋友，孙啊，唔知知影会记得讲今仔要来甲我送无？哦，你是要等江孙啊？是啊。哦，奇怪，应该来才对。那也袂来呢。安娜，你即摆才来，害我着急一个，就是你变成一个无情的人，袂记讲今日我要去做兵安尼。哪有可能啊？阿青，今日是要去做兵呢。是。我生活就艰苦，我已经咧厝里哭足久才来。安尼哦，你敢知影我即届我要去偌久？你知影无？我知影。一年3个月。一年3个月？一年3个月？歹势哈，伊要做足3年才有法度。啊，3年？当初的时阵叫伊讲考大学、考大专考袂到，结果去读迄个协和工商有啊，迄个无要紧哦，汽车科啦。所以讲爱做实的，爱做3年。伊若较早大专考上1年2个月就解决代志。都是较早，无好好拍拼读书。你凭什么讲话你？我什么讲？你家己嘛是3年海军陆战队啊，对啊，龙潭农校毕业啊，你还记得？要吐槽大家来吐槽。好嘛，呛出来了对。抽枪，我抽得上千，海军陆战队啦，上艰苦就是伊啊。我是讲坦白哈，我伫遮等真久，孙啊，就查甫人要去做兵哦，心情免不了会较艰苦淡薄。你就赶紧甲伊说白一个，时间爱争取一下啊。孙啊，我上烦恼就是你啦，因为我惊伊讲即个做兵去了，唔知讲拄着兵变。少年人拢流行讲，那查甫去做兵哦，对，就女朋友变掉了，或者兵变安尼啦。你敢会安尼对待我？无可能，我唔是这款的女性。我朋友足侪拢是安尼咧。哦。做兵了后，全咧感情全失散去安尼。迄是因哦，唔是。你唔是这款的人。唔是。安尼，但是说，我若无伫个厝内有即款代志大细项的事情，无你就麻烦哥哥。唉，阿青啊，这车你小甲换者，这无卡啊，就顶下去乌多摆弄一个卡煞无。哎，你足强的哥哥你。阿青。咱两个人是亲兄弟，是对不对？你若有啥物代志，哥哥伫厝内，加减替你照顾打点，迄是哪有啥物要紧？真是的，哪有要紧？你都毋免讲即个表情，结果安尼敢若讲袂出真大的温情。哦，哈对啊。哎呀，哥哥，我听你安尼讲，我就放心啊。弟弟，啊，你要40岁才做兵哪？安尼做，这款代志哪？兵多刚来了，有较慢啦。哦，较早就要走就对啦。结果。
那会到即嘛30桶啊，这。哦，这就安尼，这个无要紧，50几岁，佫点越着急。哦，你做你底下等啊。所以讲呢，这个卡车换你换一下。安尼我就放心啊。但是我那交代好势，有影响要互我啦。阿青，你来保重。好，哥哥，啊你这照顾一下。我载你去，我载你来。啊，你要怎么去啊？哦，你稍等一下，我好，载。安尼时间也差不多，我甲哥哥去啊哈。阿青，你家己较保重的哈。保重，阿青。再见。阿青。跳起来，嘿。好好好。